2天天气凉了，家里的老人说多说要这个舒服。我这家经常用这个苹果萝卜煮水喝，都说冬天的苹果煮水喝谁人参，喝上一碗这个水呀，让你从头暖到脚。去喝苹果1个，萝卜8片，生姜3片，黄芪5片，桂叶3个，山楂5片，西湖红枣3个，肉桂1梭子，加入适量的糖水。先用大火煮开，然后关小火煮20分钟。早上1杯，晚上1杯，烧脂也舒服了，身体也暖和了，还精神有劲了。